因为疫情的影响，台南市今年的中央敬老礼金，市长黄惠特伫咧日前因为民意宣布取消排付条款，嘛就是只要涉及伫咧台南市满65岁以上，搁有55岁以上的原住民长者，今年都会当领到1000块的中央礼金。而且伫财政疏缓的状况，明年起针对经济弱势的长者，会搁加发1000块的健保福利金。那我们其实奉养长者或者帮忙他们出健保费，我们就跟他们的子孙子弟一起来奉养他们。那虽然1000块不多，但是大家可以看集中起来就是有相当多的一个数额。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财政许可或者财政的负担没有太重的前提下，我们还会一步一步的实施更多的这个年长者的福利，也期待在台南的年长者这个他们会感受到这个来自政府的不管是中央政府的老人年金3500块的老人年金，或者是这个地方政府加码的1000块重阳敬老金，以及这个1000块的这个健保，还有这个敬老的补助，这个部分我们都希望说一步一步来。以社会局统计，台南市100岁以上的长者大约是429人，每一个人的敬老礼金1万块，加上55岁以上的原住民，佮有65岁以上的长者，大约是34万人，每一个人会当佮领到1000块。而且明年起符合综合所得税申报率无到12%，今年大约24万人会佮加发1000块的健保福利金，拢总投入的经费将近6亿。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